有投资一个，然后我还去工作，我去当上班族，还给我一个房间，然后工作了1个月，我就说我不做了，我辞掉，我当股东就好了。因为非常谢谢大家可以来到必可必第一次这个加盟展的地方。对，而且现在才不到中午，人潮就很多。今天还只是平日而已，一大早就很多粉丝在排队，因为今天知道说不止佩恩来到现场，还有佩恩的好朋友也会来。现在欢迎戏剧女神方欣姐，还有一样也是创业甜姐的雨洁。我真的觉得我这几天已经就从女工，我就说女做工的人可以找我。我从昨天搬桌椅啊，然后定这些设计啊，然后还有说包括我们在加盟方案上，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做加盟。然后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创业的人，他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跳离舒适圈。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，我当初在拍戏的时候我就也搞不太清楚，我就把钱拿去投资，那也是失败嘛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给人家很强的后盾。那我觉得第一次创业的人，我想要鼓励他们走这条路，所以我们又多补助了20万，所以我总共补助了40万。对，给初次创业的人，唯有从头开始学，你才会知道每一行他遇到的问题跟瓶颈，那你才会去把那个效益发挥到最大。例如说，我终于知道，其实桌子我可以用借的啊，然后很多东西像这些东西，也许它可以重复再利用。可是如果我只是表面上就是做一个可能股东或什么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学不到的。那我觉得唯有自己投身做这件事情，那些经验值它才会是自己的。包括真的你说办活动，我也没办过，以前我们都女艺人出来就有人帮你弄好，我现在不瞒大家说，我还要自己修改这个新闻稿。对，还好我以前当过记者，而且还要帮大家想点。我想说完蛋了啦，这次没有梗给你们，我要怎么办？我有创业过，其实我现在有参与，就是算是3个公司，就是一个是我洗发精，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是跟建设跟空气有关，但我就只是很小的股东。那边就是比较有多，真的是就是可能有上市老板的那个，那就是他们做，我只是去参与这样子。那之前也有投资一个，然后我还去工作，我去当上班族，还给我一个房间，然后工作了1个月，我就说我不做了，我辞掉，我当股东就好了。因为真的很不会做事，再加上我中文我不太会打字跟写字，所以我很多错字，所以可能很多的就是要来往的声音就觉得这个人有毕业吗？那的确我没有在台湾读书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不适合做这个，所以我觉得他就很厉害，他是全部就是一个包办，我是没办法。我觉得创业沟通很重要，因为当演员，我觉得都是做自己的事情，都是别人教你怎么说，所以我觉得沟通是我觉得最难的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强。